回到球，我注上的，咱先听这边，我注的27首，我注上。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即时，请咱闭目心，三角来敬拜上帝。愿上帝怜悯阮、赐福阮，互伊的面照光阮，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，万国中知你的感恩。上帝啊，愿列邦学罗你，愿列邦拢学罗你。咱来吟圣诗第27首。我主上帝，我哪想着哪戆影，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，看起星辰。搁听见雷的响声，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。我心出声，阿罗上帝圣名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27首。一切
咱依原徛伫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面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。皆赦免，永对国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下面咱三角来交托启应文。今日要交托的是启应文第5。启应文第5伫咧新圣诗后壁1003页。1003页显着，咱三角来启应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！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。你起作要塞，封闭敌人。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。啊，人算啥物？你又遐尼关心？你创造人，互伊比天才小可较低。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。一切的羊甲牛，空中的飞鸟，你的威严普遍全地。咱额头三角来祈祷。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，阮足感谢你一礼拜的看顾。互阮会当来到教会敬拜你，亲爱的阿爸爸，你是有恩惠，阁有怜悯，无快受气，大有慈爱的天父。阮真欢喜来跟对你的脚步来行。耶和华，你是创造一切、赏赐恩典的上帝，你是我的牧者，阮真感谢你，互阮拥有逐项的财富，无论是时间、人际关系、灵性的成长、身躯的健康，甲有够额的金钱，这一切拢是你所赏赐。求你，互阮有一粒感恩的心，常常来感谢你。阮也为着今仔日袂当来教会，心灵欠仔的兄弟，求主看顾。也为着教会中一同工合意、生事合意，求主坚固；也为着台湾安全、社会安定，求主带领。阮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面圣歌队，因今日要献的诗是圣诗166首，主伫基列有香炉香。
真感谢信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。下面，咱三个来恭受上帝的话。咱今日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40章16节到23节，阁有31节到38节。出埃及记40章16节到23节，31节到38节。摩西安尼行，拢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伊的来行。第2年正月初一，会幕就徛起来。摩西徛会幕，下迄个柱，徛迄个板，装迄个番卷，徛遐个条。伫会幕顶搭布棚，将布棚的挂嵌伫伊的顶面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搁用律法下伫柜内，用棍藏伫柜里，下施温锁伫柜顶，光规入会幕。挂耶早的柱篱，耶早法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搁将刀下伫会幕内。伫会幕的北四，伫柱篱外，迄顶面用饼摆列耶和华的面前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第31节，摩西甲亚伦甲伊遐个囝，伫遐洗手洗骹，因入会幕的时，也是就近弹的时就洗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伫会幕甲坛的四围顶徛顶围，也挂顶围门的门帘。安尼，摩西就完工。迄时分耶早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。摩西袂会入会幕，因为云停伫迄顶面，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伫会幕。云对会幕收上去的时，以色列人就起身行因的路站。云若无收上去，因就无起身行，直到云收上去。你是耶和华的云，伫会幕顶明示，伫中间有火。伫以色列全家的目睭前，伫因所行的路站，拢是安尼。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。今仔日上帝透过牧师要传予咱的信息是上帝的荣光，请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，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。主比天堂大权能的主上帝，今年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前几个月，你互阮会当伫你的天堂的中间，互阮日日领受你的恩典、你的保守。但是主啊，阮活伫即世间，阮真正需要对你来的智慧，以及你所授赐阮搁较大的疼，互阮会当活伫即个世间，阮会当活出真侪你的囝儿、查某囝的款式。所以恳求上帝你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，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，也帮助阮，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，拢会当因为主你的话，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，互阮拢会当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予主你亲自来引带。愿你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落兄弟，咱进入出埃及记最后一章，也会当讲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结论。咱就用上帝的眼光来思考规本的出埃及记。用迄个 PDF， 不是 PDF， 迄个 PPT， 哎。不行哎。我先看一下。好，来。哦，咱讲吼，人的一生吼，会当讲。人的一生到最后，总是有一个有一个总结，这个总结通常就是咱安怎对整个人生的路途做一个结论。出来去记40章，同款也是，这个是那个图片档，用迄个 PPT 改成，打开 PPT， 安尼用手动哎。好，咱用手动，手动下一页，按了哈，好，前一页，前一页，好，可以了。哦，可以哈，不用特别指向，中间。我来，哦，有人讲，人的生活态度在伫咱安怎看待咱的人生。人的一生，有的人活地就看人生亲像战争。战争是啥物？一定要杀出一个死甲赢，总是要找着一个对敌，然后咧，你努力一生甲伊拍倒。但是，若活地任何事拢是要战一个输赢，有可能战一世人。同款游玩活地，拢会怀疑讲家己到底是赢还是输。咱讲赢的人叫做 winner， 就是稳拿。40外当前，40-50当前有一个稳拿五虎，迄个乐团，伊就是稳拿，就是 winner， 赢的人啦。啊，loser 咧，就是失败的人 loser。你若看待人生是战争，好亲像战到后来，有时阵战赢，有时阵战输。别人看，家己感觉好亲像战赢，结果是输。有时阵别人看你是输，但实际上呢，你即个人生其实是赢。所以咱讲爱台湾人讲爱输啊赢，就是安尼。有的人看人生是啥物？比赛，比赛就是爱第几名，第几名。所以咧，凡事拢喺竞争，拢喺比第几名，第几名。好，我毋是上好，但至少我嘛做一个老二、第二个。看人好亲像是较输最后一名。你若看人生亲像比赛，安尼往往人生就是。大家拢会晓画口号，志在参加，不在得名。但是咧，到最后游玩对伫即个名次，耿耿于怀。最后游玩伫遐来比较，向第一，向赢向，向输向，是领先还是落后？有的人看待人生是做生意。做生意就要安怎？成本，搁啥物利润？事事计较，计较成本甲利润。到后来咧，煞开始怀疑讲，安尼我行一世人，到底是赢也是赔？到底是赢还是赔？所以耶稣也讲嘛，
赢了全世界咧，但是咧失去性命，安尼阁有啥物利益？有诶人咧，伊用伊诶性命来为主做工，虽然讲平常时无亲像别人过啊遐尔爽快，但是到最后咧，时势后辈拢看讲这是成功的人生。所以到底赢也是赔，真歹讲。有的人看待人生亲像在演戏，有的人看戏，有的人演戏，但是到最后咧，却看袂清楚，一生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？有时阵好亲像是喜剧，也好亲像是悲剧，我分袂清楚啊。有的人看待人生咧，人生亲像在佚佗。这个单雷有首歌，人生亲像在佚佗。但是咧，你若规工喺想讲，每一工敢有趣味，有趣味较做，无趣味闪远。但是会当发现讲，无论安怎闪，无可能每一工拢是如意的，无可能时时刻刻拢是快乐。这就是人的人生的实际，就是无可能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但是咧，咱到底安怎来看待人的一生？常常咱心中将人生看作什么？你只要安尼活，就会影响到咱生活的态度。但是出埃及记，互咱看到的是什么？互咱看到的，就是记载了以色列人、以色列百姓对伫出埃及了后，伫旷野40冬的旅程。咱知影以色列百姓。上帝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伫摩西带领下面，实际上伊会当行直线，直接行到上帝所应允亚伯拉罕的土地迦南地。但是咧，上帝无互以色列百姓走直线，是互因伫旷野40冬，伫遐40冬是啥物？40冬就差不多是一个世代，这啥物意思？用咱即马来讲，大学毕业，然后咧生活稳定，差不多工作稳定，好顺利25岁，40冬咧65岁拄好退休，这叫做一个世代啦。所以无拄拄一个世代一定是人的一生，但是通常咱即个时势的变换通常拢40年，咱想讲40年，1986年是啥物？发生啥物代志？搁来思考即嘛。1986年总统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是蒋经国，即嘛咧，这个整个拢改变啦。美国1986年的总统雷根，甲即嘛咧，川普，迄变化真大。所以会当讲40年，会当讲是一个时势，一个世界的大改变。你用40年来看，就发现讲，哇，这个世界真正变化真大。无错，人生咱人活的一生就亲像一个旅程，人生如同旅程。咱有起点，咱出世。有终点，人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咧，咱一生的中间，伫这个人生的路途中间，有真侪转折点。这个转折点可能是啥物？对伫工作来讲，有可能去改变转换事业跑道。对伫真侪人来讲，你的转折点是啥物？成家立业，成家。
对真侪人的转折点是啥物？信主，本来毋捌上帝，然后咱信主了后，这也是人生的转折点。但是咱若看出埃及记，记载这40章，对伫出埃及到伫旷野，到伫进入迦南地伫旷野40章，咱发现讲以色列百姓因伫路程的中间，同款有战争。有竞争，有得有失，也有经历着喜剧。喜剧就是好代志到最后，一开始可能无遐好，但是好代志最后出现啊，经历好的代志。悲剧咧，本来是好，后来咧，哇，煞凄惨落魄。啊，当然也有啥物趣味，以色列百姓因。追求趣味是啥物？咱敢会记即因拜金牛的时阵，伫遐安怎？伫遐滚笑哦，咱台语圣经讲伫遐滚笑，宴乐啦，伫遐荒唐的宴乐享乐。嘿，所以这出埃及记中间，以色列百姓也有伫遐追求声色的享受。因想讲是真欢喜，结果就上帝看做真无好，所以上帝处罚。所以咱来讲出埃及记40章，若是规个出埃及记的结论，安尼就是咱看到上帝伫旷野这40章的旅程的中间，互以色列百姓。会当学习着啥物？顺服着上帝的命令，来跟对上帝的引带。过来咧，以色列百姓本身因灵命得到改变更新。咱拄读着出埃及记40章，虽然讲咱干那读一部分，但是咱应该注意到一个真关键的事，就是上帝的荣光，上帝的荣光显现，上帝的荣光伫会幕顶面。上帝的荣光是啥物？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的中间，荣光就是卡布的，卡布的原来意思是灯，真灯的意思。荣光荣耀伫希伯来文的中间，原来的意思是真灯。重量，咱知影，咱讲人有分量，无除了外表以外，很有分量，行出来就有迄个，咱讲有迄个斑。过来咧，就是尊贵、威严，迄个态度，迄个表现出来的迄个规个的气氛。所以咧，对伫重量原来的意思，然后就有尊贵、威严的意义在伫的，这叫做荣光、荣耀。所以出埃及记所强调、所记载上帝的荣光，强调是啥物？上帝怎样显现，来互以色列百姓亲身体验到上帝的美好。上帝的权柄，上帝的大气力，所以出埃及记中间记载着上帝的荣光，就是上帝的显现。上帝的显现是啥物？摩西第一遍拄着上帝，伊是安怎？伊甲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莫欺骗我，我口才真无好，我算啥物？”但是后来咧，摩西变成以色列百姓的领袖，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搁伫旷野经历40章，这叫做上帝的荣光。过来，上帝的荣光是啥物？互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拄着危险的时阵，上帝的荣光显现，互以色列百姓伫惊吓中间转变。
生出气力勇气。所以，上帝的荣光伫出埃及记中间，代表就是上帝显现予以色列百姓经验到上帝的美好、上帝的权柄、甲上帝的大气力。所以，咱看出埃及记16章，哦，这是大坝尖山，哦，大坝尖山，人讲台湾上水的山。大坝尖山，哦，真可惜啦吼！即、个吼、对细汉的对即个大坝尖山真向往，但是好亲像无迄个机会，因为无好好锻炼，吼、啊，即马50几岁啊，可能一世人无可能去爬去伊顶面啊，嘿。好，咱来看上帝的荣光，伫出埃及记16章第7节，以及第9节、第10节。是安怎讲到上帝的荣光？17章第6节安尼讲，16章的第7节安尼讲，讲到啥物？明仔早起，恁要看见耶和华的荣光，因为耶和华看见恁哀怨伊，怨算啥物？恁竟然哀怨阮，这拄着啥物代志？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无物件通食，伫遐枵餓的时阵，就伫遐埋怨。然后摩西甲因讲一句话：明仔早起，恁要看见耶和华的荣光。所以咧，第9节、第10节，吼，就记载着摩西对阿伦讲：你着甲以色列人全会讲，恁着住进耶和华的面前。因为伊已经听见恁的哀怨啦。阿伦拄对以色列人全会讲话的时，因旷野在看啊，耶和华的荣光伫云中来显现，然后上帝就收束以色列人啥物？下昏的时阵就有鹌鹑飞来，鸟仔飞来，然后咧，互以色列百姓。有物件通食，每早起咧有玛纳通食，所以上帝的荣光是啥物？上帝出对人民，上帝也出对伊对伫以色列百姓的应允，所以伊看到以色列百姓伫遐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伊显现伊的荣光来，互伊的百姓。来得到拯救，来得到经验上帝的大气力。出埃及记24章也记载着上帝的荣光。24章第3节甲第16节。24章第3节安怎讲？讲到摩西教将耶和华一切话、一切的法度讲予百姓听，正百姓同声应讲：耶和华所讲的话，阮要拢遵谈。16节就拄着啥物？就写着啥物？16节，耶和华的荣光停伫西奈山，云遮伊6日久。第7日。伊对云中叫摩西，耶和华的荣光显现。所以咱会当讲，上帝的荣光就是回应百姓尊叹上帝。所以咱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上帝听咱，所以咱用。顺服尊叹来回应上帝，同款上帝也出对伊的应允，出对伊的信息，伊也用伊的荣光显现来回应咱尊叹，咱的顺服，顺服伫上帝的话，顺服伫上帝的命令。这叫做上帝的荣光。所以出埃及记16章
当以色列百姓向摩西埋怨的时阵，上帝互以色列百姓通看见伊的荣光，要提醒伊的百姓，实际上当咱信心软弱的时阵，当咱充满欠缺，咱求上帝的时阵，上帝同款也向咱显现伊的荣光，提醒咱，什么人有这超越一切的权柄？权柄到底是什么人手中？敢是你我普通人？毋是。哦，人讲靠人倒，安怎讲？挖大条会安怎？靠人倒，哦，靠人倒，哦，靠人倒。后一句是啥物？挖大条，厝倒，地势老猪母。哦，这台湾的，哎呀，这个吼，台湾的俗语啦，吼，挖人倒，挖大条，厝倒，地势老猪母。吼，就是讲靠人倒，啊，咱挖迄个大条，啊，有时阵吼海沙屋也是厝起无好吼，挖一个，挖条啊倒去，规个厝崩落来。吼，这意思是啥物？伫世间，咱拢袂当靠，咱唯一会当真正倚靠的，就是上帝的权柄。倚靠上帝，因为伊是真正有迄个权柄、迄个气力的。当然，上帝会差遣咱四周围的人，咱的兄弟姊妹来帮助咱。但是，搁安怎讲？咱讲。咱倚靠人，倚靠久，有时阵对方嘛会感觉真烦呢。有时阵，所以咱讲啥物？久病无孝子，久病无孝子就是安尼。咱想讲的倚靠人，养儿防老，其实还不如啥物？咱倚靠上帝，伫上帝的恩典疼痛中间，咱顾好咱家己。过来咧，上帝荣光显现，要提醒咱什么？就是到底是什么人有迄个气力，通收拾咱的欠缺？都已经讲到啊，咱只有倚靠上帝，只有倚靠上帝，迄才是真正久长，真正会当完全倚靠的。更较重要。出埃及记16章讲到上帝的荣光，上帝显现伊的荣光，是要互伊的百姓，要知影到底是啥人出对未改变的慈悲疼痛，甲迄个公义来听见人的呼求，来拯救咱。然后咱读到出埃及记24章，当众百姓将以色列众人、以色列百姓全体来告别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阮拢要遵守。当以色列百姓做安尼的决心的告别，上帝荣光就显现来。回应上帝百姓的顺服甲委身，所以有时阵咱知影咱在座可能超过一半拢是几若代的基督徒。有时阵咱爱注意看遐个第一代的基督徒，甚至有时阵咱去观察遐个台湾民间宗教的善男信女，你敢有发现？对伫信仰的对伫宗教的态度，咱袂当讲信仰。对伫宗教的态度，有时阵遐个拜拜的民间宗教的，讲一就一。所以咱3月4月听到有人讲迄个妈祖的迄个爷妈祖的迄个妈祖啥物绕境，有人讲我旧年我下冤啦，
哦，讲毋是旧年哦，有诶是10年以前我下弯哦，若安怎，我著每一冬要来，结果伊著持续做到第10冬，伊讲明年我便要来，一世人我拢要来。有时阵基督徒，哦，咱若几代的基督徒，哦，是叶牧师嘛爱反省啦。有时阵哦，咱下弯哦，下定决心，结果咧，无偌久，就花去啊。所以有人笑亏安尼讲，哦，伫迄个，哦，听过有牧师安尼讲笑话啦，讲真神煞信啊变假共款啦。结果咧，拜假神的人，信啊袂是真的啦。哇，这要安怎？有时阵咱爱用这来反省咱家己，敢有可能久了后，咱煞有点安怎？有点老油条啦，对伫信用煞变老油条啊！反倒当有诶第一代基督徒，反倒当咱发现讲，有时阵真正服侍比别人搁较拍拼，真侪第一代基督徒服侍真拍拼。这值得咱在座几若代的基督徒，亲像牧师安尼，嘛是几若代基督徒，真正有时阵咱爱学习迄款单纯的信用态度。讲一，我著做。咱若久了后，咱就会若信主伤久啊，还是几若代，就开始理由一大堆啊，理由的一大堆。有时阵真正咱爱反省。亲像以色列百姓，因全体对上帝讲：耶和华所吩咐的，阮拢要遵行。当然，因后来嘛是有信心软弱的时阵，但是因愿意大声讲，然后因真力来做到因所讲的，上帝所吩咐的，阮要遵守。所以咱爱常常警醒咱爱检验咱家己，敢是真拜信真神？咱相信真神，煞信啊变假，然后咱煞需要遐个拜假神的人，因假的拜做袂输是真的共款。所以就有兄弟，伫出埃及记40章的中间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。当会幕完成了后，咱知影会幕出埃及记有真大的部分拢在讲安怎去会幕。会幕就是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敬拜的所在，也代表着上帝的显现。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将会幕来完成的时阵，这会当讲就是以色列百姓伫旷野40冬的旅程的中间，咱讲毕业作品。迄个秘书30几冬努力迄个什么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嘛哇，辛苦30冬完成了后，你看即马淡水。到底放假的时阵，拜六礼拜人客人，大家拢去看迄个淡江大桥，因为30冬的努力，40冬的努力，敢是更较重要。这是上帝命令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爱完成的，就是去做这个会幕，互以色列百姓伫旷野会当敬拜上帝。会当甲上帝亲近，所以出埃及记40章讲到会幕来完成，这是以色列百姓伫旷野40冬的毕业作品，是非常重要中的重要。结果咱看到什么？咱看到出埃及记40章真关键，一直喺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。摩西安尼行，拢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伊的，一直
重复即句话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伊的。然后就记载着上帝的荣光显现伫会幕顶。即个人尊叹上帝，甲上帝的荣光伫出埃及记中间，这是非常非常关联的事。非常关联的事，就是咱敢有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所以，当上帝的百姓照着伊的命令来遵行的时阵，上帝的荣光大大显现。显现伫倒位？咱拄到读到40章38节，这是上帝的魂伫迄个会幕顶面，咱拄到看到，实际上是耶和华的荣光伫会幕顶面，明是魂中有火，伫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伫因所行的路程拢是安尼。咱知影，上帝用云条甲火条，日时用云条来带领以色列百姓，暝时有火条照光，互带路，互以色列百姓伫暗时也毋惊灾害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以色列百姓的旅程的中间，伫因旷野旅程的中间，上帝的荣光显现，互伊的百姓会当体会到家己毋是孤单迄向前行，是有上帝迄带路。但是这一切拢在伫上帝的命令。以色列百姓拢愿意来军队，所以真简单的嘛。今仔日有人伫头前迄引带，咱若讲吼，咱去远足的时阵，去到山顶去爬山，头前有领队迄带路，啊，若咱呢？咱想讲，即条路真水哦，我去行看卖。啊，我等下来，我等一下再归队就好了。这款人吼，常常拢是走胖去的。啊，敢有啊？若讲到伫半路看到边啊，这条路袂歹，所以甲领队讲，等一下我再跟上。甲你的队友说，等一下我再跟上。你去边啊的路。啊，后来咧，你转来找无路，你敢会当讲啊？这领队没有在带路啦，这领队带错路，毋是，同款的道理。上帝用伊的荣光，亲像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同款，有云条、火条，伫日时、暝时伫引带、伫照光，迄指示咱的方向。敢有可能有时阵，咱也亲像迄个去爬山脱队的人同款。当咱想讲我再归队就好，结果等你走回来，发现讲哇队伍无去啊，然后咧伫遐哇伫遐紧张，伫遐紧找，敢有可能有时阵，咱讲上帝的荣光伫倒位？实际上，咱是顺着家己的意思走别条路，结果咧，等要转来归队的时阵，煞找无路。所以上帝的荣光拢伫个，上帝的荣光拢伫个，上帝的引带拢伫遐。只是讲，咱敢有亲像以色列百姓，咱愿意大声讲。耶和华所吩咐的，
我拢要遵行；上帝所命令的，我拢要遵行。咱敢会当亲像以色列百姓同款？所以伫以色列百姓的旅程的中间，上帝阳光大大显明，互百姓体会到，因毋是孤单。就亲像咱敢有可能有时阵，咱对伫上帝的话，咱想讲啊，听听就好，然后咧，照家己的意思来行。然后才发现讲，哇！上帝带路，上帝你带我要去倒位？实际上，上帝一直喺带路，只是讲，咱看家己的意思，关过上帝的意思，至到拖对，照着家己的意思去走偏差。所以，弟兄兄姐，上帝的阳光，上帝的阳光大大显现。就是要互伊的百姓，就是你甲我，拢会当经验到上帝的慈悲疼痛，伊的权柄甲伊的大气力。上帝的阳光显现，有时阵是透过咱身躯边的人，有时阵是透过一项事，有时阵是透过咱读经的时阵的一句话，也是咱祈祷的时阵的一个感动。上帝的阳光提醒你甲我，提醒上帝的百姓，就是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，是爱咱你甲我，拢用顺服甲威信来回应伊，亲像以色列百姓大声讲：上帝所吩咐的，我拢要遵行。落去遐这，对伫新约福音书，咱知影，圣囝耶稣就是以马内利，圣囝耶稣透过十字架，互咱亲身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疼痛慈悲，甲上帝的拯救，互咱脱离罪恶的恶性循环，互咱有迄个改变的可能性，有迄个甲上帝亲近、甲上帝三度的机会。所以咱会当讲，因为主耶稣基督，天父上帝，互咱世间人，互你甲我，拢会当经验到伊的阳光。所以咱会当讲，差不多读了几本的出埃及记。请问，咱敢要期待咱家己就亲像以色列百姓同款，行过每一个路站，咱一路拢有上帝做伙同行。咱敢期待亲像以色列百姓，会当经验到以马内利，因为因个别，因大声愿意讲，既然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拢要做。咱敢愿意安尼？咱敢愿意遵照上帝所教示咱的话？咱照伊的话来做，会当经验到伊的大阳光，就是伊的慈悲疼痛，伊的权柄，甲伊的大气力，行伫咱的心上，运行伫咱的中间。所以，愿咱拢会当对伫以色列百姓，因所做的信仰个别、信仰告白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拢愿意行。愿咱拢会当学习即款的信心。甲即款的决心，愿咱伫生活中间时时刻刻拢通经验到上帝的阳光。咱做伙仰头来祈祷，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，愿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
学习到以色列百姓伫旷野，虽然讲常常犯错，有时阵也经历到信心的软弱，但是主啊，愿对伫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所经历的，愿知影，愿爱学习以色列百姓信心的勇气，甲因的决心，无看家己的软弱，只有看见你的命令是阮爱遵行的，是看见你伫阮一生的中间每一个路站，你怎样显现你的荣光，互阮经验到你的疼痛、你的恩典，佮互你的大气力来帮赞。所以主啊，愿主你常常将你的话来提醒阮，互阮知影你所命令阮的是甚物，也互阮会当常常来思想着你安怎来引带以色列百姓，以及你安怎来互以色列百姓伫旷野40冬来学习就是遵行你的话，来学习完完全全倚靠你。主啊，阮是软弱的，阮是充满欠缺的，求主你大大显明你的荣光伫阮的中间。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应答上帝的话，咱来吟圣诗第546首。圣诗第546首。天父，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，虽然逐项虽有反复，我愿照主所爱，恳求上帝现时掌握，全无服侍敬拜。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546首。我
请坐。下面咱要来奉献，请民兵执事甲营养执事来书献。下面我要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。报告事项：今日礼拜后必有爱餐，请兄弟留步来共同共进午餐，彼此交谊吼。即个吼，咱即个爱餐吼，因为迄个民意长老吼非常的辛苦。因为伊昨一工就伫遐，因为咱即摆后壁有装甲士啊，即摆会使用甲士啊，伊也来装啊，佫穿后壁足无用诶，会使佫足早就来诶。咱爱真感恩留落来食伊煮诶爱餐，伊实在足辛苦诶第二就是今日爱餐了后咱有要备办5月份诶中职会，请教会中职留步出席。第三就是七星中会北山区中仑教会，伫下晡3点要举行刘炳熙的牧师的就任，第5任的牧师的受职礼拜。第四就是6月份的插花班，要伫6月13上午10点伫礼拜堂来上课。第5，请咱教会兄弟姊妹若有时间踊跃来出席礼拜5暗时的每周新眼光的读经。第6就是若需要牧师探访的，也是想要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，请甲牧师也是中职来讲，依例安排。第7，后礼拜6月初7主日礼拜的讲道经文启用信息甲金句，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圣工的事项，即礼拜的招待是宴庆节甲苏文节，插花是梁长老，清扫是我本人。后礼拜的讲道是叶牧师，书会是民兵执事，司琴是牧师娘，领唱是梁长老，书献是我本人甲余养执事，招待是卢长老甲民意长老，插花是我本人，清扫是社保姐。咱来看本周的金句咱台语先来读一解。你是耶和华的魂，伫会幕顶迷是，迄中间有火，伫以色列全家的目睭前，伫因所行的路站，拢是安尼。你是即个全家的目睭前，
伫因所行的路站拢是安尼。你是耶和华的魂伫会幕，你是阮将有火伫以色列全家的目睭前，伫因所行的路站拢是安尼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出埃及记40章节。咱互相来请安，平安。咱来吟圣诗第398首，圣诗第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。天父上帝赏赐大福，听咱亲像囝儿，听咱亲像囝儿，请咱起立来吟。咱就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尊叹上帝的话，咱也领受对伊来的恩典疼痛，甲伊的大气力运行伫咱的中间，互上帝的阳光伫咱中间大大做工，也互上帝的阳光透过咱所讲所做，互咱四周的人拢会当看见伊的阳光。愿主赐福保护恁，愿上帝已经变照恁，用慈悲款待恁，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，守护恁平安。阿门。